今日帶大家睇一套香港人喺中山石岐裝嘅新家，亦都係阿黎公2026年挑戰拍100套案例嘅第27套。嗱，一齊去睇下裝得畫唔畫晒？黎公咧覺得呢個戶型雖然係一個2房單位，但係咧入邊啲細節裝得非常之實用同埋畫晒㗎。面積86平，2房1衛2廳，跟住咧封埋陽台，一共花費咗10幾個 W。我哋從呢邊開始睇起。首先入門口呢個位嗱，整咗個鏡，易用易表。然後睇翻呢邊，從餐邊櫃一直開始連住到電視，然後呢個再結合一個電視牆，下邊一個綠地電視櫃。咁睇呢度嗱，標配啦，將呢啲所有嘅設備放喺呢個位，隱藏起身，平時關埋嗱，道門就好乾淨噶啦。咁露台就選擇直接打通佢，封咗呢種斷橋窗。咁呢個單位咧，亦都係做咗一啲輕智能嘅，包括呢啲電動窗簾、電動燈光、電動馬桶啦之類啲。然後睇翻呢邊，做咗一個陽台櫃，做咗洗空套裝冚埋入去。然後呢度仲可以整到一個細細地嘅一個盤嚟㗎。然後下邊掃地機，再整埋上面呢個晾衫架，非常之實用啊！然後仲有一個咩咧？睇下上邊，有一個電動嘅隱藏式嘅晾衣架㗎，平時可以降落嚟，又可以升翻上去嘅。咁我哋睇一睇呢個主色調，做嘅係600乘米2嘅魚骨紋磚直接通鋪，牆面就乳膠漆，然後天花咧就做呢種無主燈，然後留一條燈槽嘅。咁餐廳位，因為唔想太單調，就做咗呢種護牆板啦。客餐廳係咁樣，我哋睇一睇廚房，本身係有一個生活露台嘅，就選擇將佢通咗出去。然後呢個櫃咧本身係有一個斜角位嘅，就做咗一個櫃拉平佢。然後呢邊高低台嗱，洗切係高啲嘅，呢邊咧就係做矮少少。然後下邊嗱，全部做晒呢啲儲物格啦，一櫃桶，然後洗碗機打埋入去啦。呢啲位利用埋入邊嗰個斜角位㗎。呢一個咧做嘅係板嘅廚房，所以咧櫥櫃嗰個實用性係會更加強嘅，因為靈活性、可造性更大。然後上邊你睇翻呢度，因為後邊有個煙管嘅，就選擇將呢度做個開放格，可以放下啲調味料喺度。然後再另嵌一台冰箱喺度。咁呢度咧就嗱，後期可以擺啲大件嘅家電啊、插煲冷餐啊，全部可以塞埋入去。嗱，廚房雖然係4，但係咧功能齊全。客餐廳、廚房睇完啦，我哋而家睇睇房間。房間有間房啊，就呢間啦，都好哇晒㗎嗱。今日黎公睇一睇。首先，本身個門口咧偏咗少少，喺門嘅後邊啊，就做咗一幅嘅一個滿牆衣櫃，全部係做呢啲分段式嘅嗱，可以放好多嘢咧，好大件嘅嘢全部可以放埋入去。然後哇晒嘅地方喺邊度？呢個位啊，你睇下，利用個飄窗，我哋整咗2張床，唔整上下床，亦都唔整啲榻榻米，就整呢種圍合式嘅一張雙人床。然後呢啲位仲可以係儲物格，可以打開嘅，可以放嘢嘅。利用呢個飄窗嗱，呢個位都做埋床，然後再連接埋書台。一到門後邊，利用呢個錯位嗱，仲可以放啲平時我哋掛衫、日常着嘅，跟住一關埋道門，啱啱好平翻佢，係咪好靚仔啊？一切都啱啱好。然後呢邊咧就衛生間，衛生間就其實唔需要貼太大嘅磚，你只要揀啱顏色。一樣出嚟個效果係好哇晒嗱，睇下一樣係40乘80嘅牆磚，然後地面都係40乘80嘅，然後做咗下沉，整體係做灰色調，睇起身就好高級。因為我哋上面嘅天花板係做咗呢種蜂窩大板嘅天花板，再結合埋呢啲一個大鏡嗱，又功能齊全，盤大啲就非常之好用啦。咁再睇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呢邊做咗個半牆背景，然後床尾呢個位嗱，就做咗一幅滿牆嘅大櫃，然後書台嗱就喺呢邊，利用呢個飄台個位做咗一張呢種可以帶儲物嘅書台，然後呢個位仲可以拉出嚟，呢個就可以拉出嚟，可以伸出嚟做一張小書台。呢個戶型咧2間房，但係俾黎公嘅感覺非常之實用，而且整體睇起身色調都搭配得非常之好。咁如果你喺中山都需要裝修嘅，不妨揾下黎公對比下。我係黎公，裝修記得揾我。